微笑讲客语，咪咪搜共学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搜共学吧。笑咪咪，每天笑咪咪，跟着我们来学客家话，然后会交很多客家的好朋友哦。今天我们想聊的呢是跟宠物有关。最近啊，很多家里呢都养着各式各样的宠物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讲最常见的狗。狗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来跟我念，叫喂，叫喂。各位就是狗。许巍的成长过程当中呢，家里永远不缺狗，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各位。然后我爸爸呢就是属狗的，所以妈妈每次都说各位，给咋各位，那个狗狗又在骂人又在生气了。所以客家话的各位就是狗狗的意思。那么除了狗狗之外呢，我们还有说猫，猫呢叫做喵喂，喵喂。OK， 所以喵喂就是猫，叫喂就是狗，这两种应该是最常见的宠物了。不过说到这个狗啊，好像最近最红的不是什么进口的马尔济斯或者什么，而是纯种的台湾土狗。台湾土狗怎么说呢？叫做土加上狗，土叫喂。土叫喂就是加个土这个字，土叫喂。那么土叫喂又要特别小心了，因为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蟋蟀，像斗蟋蟀那个蟋蟀也可以叫做土叫喂。所以呢，你要看看上下文哦，才知道它到底是指蟋蟀呢，还是指土狗。不过呢，讲了叫喂，讲了喵喂，还有什么呢？讲的是调喂。什么是调喂？啾啾啾啾啾，小鸟叫做调喂。调喂，不过调喂里面呢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家里养了这个九官鸟。好啦，我们要学九官鸟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法篓，法篓，或者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无料喂，无料喂。这个字也是指九官鸟的意思。九官鸟有一个谚语很可爱，叫做无料喂好讲法，一记挨一记。就是指九官鸟学说话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意思是指这个人啊，只会当应声虫，有时候可以类似这个官场的政治文化，只这个听长官说的话。所以无聊诶，好讲法，一记哪一记。英文这种说法就是一个 yes man， 只会说 yes 的人。好了，今天时间差不多，李迪说好讲法就学到这里喽。那还徐薇，下回再见喽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